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勿話。喂，你好，這邊是順豐快遞服務中心的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到您？哦，係啊，我個包裹點算啊？您可以說普通話嗎，哥？您這邊會說國語嗎？喂，你呢個香港客服喎，你唔識講廣東話？你冇識講廣東話？那我也冇識講普通話哦，這個廣東話，你冇識講普通話嗎？我梗係唔識啦，香港人邊個識講你啲話啊？哦，那我讓會說把這個廣東話的給你打過去，好吧？是但你啊，喂，咁我個包裹點算啊？正在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勿話機。正在為你轉接到。喂，又係我啊！我個包裹點算啊？你會說普通話嗎，先生？我梗係唔識啦，你個香港客服嚟噶嘛，梗係你要講廣東話啦。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勿話機。你好，順豐的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助到您？喂，我個包裹點算啊？包裹對嗎？我個包裹啊。包裹對不對？這邊幫你查看一下啊，你稍等。你的電話號碼是？是但啦，你快啲幫我查啦，好急噶個包裹。好的，這邊電話不要掛，幫你查一下。你好。係。是這樣的，給你查到了，你的確是有一件包裹，但是呢，你的包裹在派送過程中有檢查到物品損壞了，現在呢無法給您派送過去，由於是我們工作的失誤，給你造成了損失，所以我們會給你一個合理的賠償。你還記得你當時購買的是什麼商品嗎？我唔識聽啊，你講廣東話啦，你個香港客服嚟噶嘛？不會說廣東話呀，那邊會給你打吧。咁你在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勿話。喂，你好，順豐速運服務中心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助到您？喂，我打嚟第4次啦，你哋有冇人服侍我啊？在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勿話。喂，你好，這裡是順豐速運服務中心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助到您？我打嚟第5次啦，你快啲答我嘅答案啦。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勿話機。喂，你好，順豐速運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？我第6次啦，我個包裹點算啊？包裹嗎？包裹丟失了嗎？係咯，你哋一直都拖住我，又話我包裹有問題。包裹有問題，你買的是什麼東西啊，先生？你識唔識講廣東話啊？我會聽，但是不太會說。你再講啊？咪係咯，你個香港電話嚟噶嘛，咁啊你梗係講廣東話啦。我會聽廣東話，您可以講嘛？我說國語你聽不懂嗎？係咪唔識聽國語啊？我梗係唔識啦，香港人邊個識聽你嗰啲傻話啫？搵個廣東話過嚟啊！喂，在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勿話機。喂，你好，這邊是順豐快遞服務中心的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到您？我第8次啦，搵個廣東話過嚟同我解釋啦。你可以說普通話嗎？會說國語嗎？你呢個係香港電話，香港客服啊嘛，係嘛？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勿。你好，順豐的。係啊，小姐，我第9次啦，頭先係咪你啊？同我查個包裹點算啊？查到了，你的包裹損壞了，現在呢無法給你派送過去，你可以說普通話嗎？你搵個識講廣東話嚟同我溝通啦，靚女。不會說，等會給你打。在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勿話機。順豐服務中心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助到你？喂，第10次啦。你好。你識唔識
聽廣東話啊？會聽，但是我不會說啊。啊？我聽得懂。咁你應該識聽乜嘢叫屌你老母啦，係嘛？哦，我操你媽！我知道了，我操你媽！我知道了，我操了你媽！現在為你轉接到客服中心，請問。喂，你好，這裏是順豐速運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助到您？俾最後一次機會你。您可以說普通話嗎？你講廣東話啦，冚家鏟。等一下叫會廣東話的打電話給你。